食乜餸？泰式涼拌豬手，正片有詳細嘅食譜，歡迎前往收看。豬手俾啲鹽浸30分鐘，然後出水洗乾淨。我哋另外燒一煲水，將個豬手煮45分鐘。將呢個豬手撈出，浸入冰水15分鐘，然後反覆沖洗或者啤水半個鐘。豬手去骨，然後加入泰式香料，加入熒光幕嘅調味料撈勻，將呢個豬手擺雪櫃，最少醃4個鐘。快啲嚟試下呢個酸辣開胃嘅泰式涼拌豬手，記得訂閱我啊！逢星期3新片上架，下個禮拜3見。